日在地新闻继续来看，行政院长苏贞昌到彰化视察。外界正关心，民进党的总统初选，蔡英文甲赖清德拢无变样，是要安怎才好咧？苏贞昌讲会继续来努力。鸿海的董事长郭台铭表态要来选总统。苏贞昌讲，上欣赏郭台铭的应该是中国阿里巴巴的马云，会当因为事业成功就出来选总统。但是最后是食花鸡，也是爱交予民意来决定。行政院长苏贞昌到彰化视察第76线延伸彰化离林的规划情形。针对民进党内总统初选，蔡英文寻求连任，行政院前院长赖清德嘛表态要参选，两个人互相无相让。民进党第一次启动5人协调小组，但是协调失败，因此协调的期限确定延宕。民进党的初选协调机制是既有初选的程序之一。那现在经过民主机制，要延长协调的期限，所以相关的协调会继续努力。蔡英文甲赖清德之间，苏贞昌讲会继续努力。总统找谁出来选，民进党内部也在瞧。鸿海董事长郭台铭表态要选总统，之前嘛捌公开俄罗苏贞昌，两个人好亲像交情袂歹。郭台铭选总统，最羡慕的应该是中国阿里巴巴的马云，可以因为事业成功，选国家的领导人。苏贞昌表示讲，只要对台湾的民主政治关心、有兴趣、有能力的人，拢会当为国家社会贡献。但是最后，什么人当选，也是爱交由民意来决定。